Hello，各位同學好，咁我叫何 Sir 啦。咁本身我喺呢一行已經有18年嘅經驗。咁除咗教授啲寵物美容啦，亦都會有幫一啲學生去做考牌啦，同埋都會教授一啲寵物嘅護理。我相信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啊！咁我究竟點樣去入行呢？或者入行嘅途徑呢？咁其實喺坊間有非常多嘅一啲寵物美容課程啦，但係我相信民協呢一度亦都有一個課程咧，係比較全面嘅，亦都係可以俾到同學多少少認識呢一行嘅基本結構或者入行嘅門檻，咁亦都係免費啦，亦都係有資助。咁入行當中啦，咁首先就係要做一個叫做寵物美容嘅助理。助理嘅原因其實就係要去接觸多一啲狗隻啦，亦都要知道佢哋嘅脾性啦、唔同嘅毛質。咁其實喺助理當中，我建議同學大多數可能都會係有1年嘅時間去調整呢一樣嘢。咁其實辛苦嘅，咁但係我相信每一份工如果你係中意地辛苦嘅話咧，我相信你會更加會有呢個熱誠。咁所以當做完呢個助理嘅時候咧，咁可能你就要去報讀一啲課程，或者再去有一啲進修，咁去提升咗自己，可以去到做修剪啦。我哋都叫造型師。修剪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就會做好多嘅造型啦，或者會根據唔同嘅犬隻一啲基本嘅結構啦，去做一啲乜嘢嘅造型去符合佢哋。咁所以其實晉升嘅路程當中，首先就係一個寵物美容嘅助理，然之後就寵物美容師。人工方面啦，咁其實如果係啱啱嘅助理，大約11,000蚊左右啦。咁可能放假就要真係睇返本身鋪頭佢要求可能嗰個時間長而短，大多數一定會有4日假嘅。其實去到造型師咧，嗰個人工咧可以去到2萬蚊以上嘅。咁如果本身你自己亦都有一啲客底嘅，咁其實一啲美容師咧可以揾到有4萬以上。